最主要係可以了解到其他地方唔同嘅環境啦。尤其是過完個疫情之後，其實基本上都冇乜機會去其他地方，同其他學校嘅人去交流下，去分享自己嘅心得咁。比如可能我可以認識多啲澳門人啦。雖然大家都係講同一個語言啦，但係其實個文化係都有啲分別嘅。咁所以係幾有趣。想周圍識下新朋友，又想搭帆船出海，而家機會嚟啦！海陸空全方位看祖國。過往嚟計冇乜機構係會用帆船同參與者一齊去澳門嘅，令到一班年青人咧多啲去接觸唔同嘅事物啦，加強佢哋嘅同理心啊，接觸一啲少數族裔啊同埋弱勢啦，認識下大灣區裏邊嘅商機啦。2025年8萬青年看祖國交流計劃，專為12至30歲嘅香港青年度身訂造。考察團主題涵蓋航天科技、生態環境、人文藝術等領域，遍及全國13省36市，名額1500個。上年國家由月球背面攞到啲月樣翻嚟，即係嗰陣時就已經好想，會唔會有種機會係去到現場度睇火箭呢？跟住就萌生咗呢個諗法。海南島呢，最出名就當然係火箭啦，但係其實佢嘅深海科技呢都係不容忽視嘅。咁我都想帶學生參加者去睇下未來嘅海南島同香港有咩聯繫，互相勉勵，互相進步咁樣。特別帶佢哋去到內蒙古比較邊境嘅地方啦，就去等到香港嘅青年人可以了解到我哋國家保衛邊境發展啊，同當地嘅學生啦去進行一個交流，咁啊促進呢個互動咁樣。我哋係跳舞為主㗎，咁所以咧揀咗兩個古都咧，就希望啲學生咧可以吸收到多啲古都嘅文化咯，學習製作唐三彩咯，睇下白馬寺啦，然後又會去睇下嗰個龍門石窟啦，認識到國內嘅朋友，真係學習到國內嘅嘢。